来到勾勾公哈发，我是怡姐，我是敏华。怡姐，下礼拜啊，我们要一起去高雄美浓玩呢，我行程都排好了，超棒的。我跟你说，我们一定要去看一看美浓的油纸伞哦，它可是当地有名的民俗手工艺，做的就像艺术品一样呢。而说到了油纸伞，就是油纸杂。油纸杂就是油纸伞，除了这个之外呢，还得要去造访的就是升级町，因为呢，在美浓有4座升级町呢，他们都已经是文化古迹了。那么以前呢，客家人认为书本还有文字是宝贵的资源，那么只要有文字的纸张呢，都必须要焚烧还给上天。刚刚提到的升级町就是圣基亭，升级町就是圣基亭了。那另外呢，还得要看一看老街上的蓝山老店哦。蓝山就是蓝山，对呀，蓝山一定很美哦。今天要教给大家一整句话，就是油纸伞是美浓的一项特色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油纸杂係美濃嘅一項特色。油紙雜係美濃嘅一項特色。今天勾勾公哈發帶您一塊到美濃逛逛。怡姐，美浓啊，真的有好多好棒的古迹哦！你看，像这个是不是就是升级町啊？在美浓啊有4座升级町啊，而且这个好像是历史最久的一座哦，已经是市定古迹了。这家就是美浓的蓝山老店呢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哎，你好。跳高啊，我想要看一下这间蓝山哎。来看看。啊，董江哎。小刚，我订的油纸杂好了吗？做的乖奖，来拿给你看。这个油纸杂做好哎，很漂亮哦。我觉得啊，美浓真的是富有文化气息的地方哎。真的非常推荐民众到那里走走哦。来到了美浓啊，一定要来欣赏的就是油纸杂，就是油纸伞。油纸杂就是油纸伞了。那另外别忘了要去升级町来拍拍照。升级町就是圣基亭了。还有啊，一定得要去欣赏的呢，就是蓝山，蓝山一定很美。蓝山就是蓝山。今天要帮大家复习的一整句话呢，就是油纸伞是美浓的一项特色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油紙雜係美濃嘅一項特色。油紙雜係美濃嘅一項特色。今天勾勾公哈發帶大家好好欣賞美濃之美，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